讲到即马是麻叶探种的季节，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和林务局合作，有设全国头一个麻叶饲囝的直播频道，记录一对麻叶翁仔某请养2只鸟仔囝的过程。鸟仔树内底有一只鸟仔囝的只脚和喙暗的揪大白条，鸟仔囝行来行去，另外一边的揪大嘛交着树枝。屏东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看到影像，拢惊一条。其中一只幼鸟的脚被口罩缠住了，口罩的线这样。那大家在看直播的观众还有我们都觉得非常紧张，说会不会没办法挣脱，然后它的脚就被绑住。那幸好就是在过了1-2个小时之后，它那个幼鸟顺利的自己把那个脚给挣脱了。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人员伫山区找到这个麻叶树，因溜电线利用长镜头，对顶个月19开始直播麻叶爸母亲2只鸟仔囝的过程，发现因足爱捡物件倒来鸟树，连亲民陪梦的梦纸嘛捡倒来。垃圾的量越多，而且是这种亮色系的东西，它从其他的鸟从天空要看过来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这个巢非常明显在那里。那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，就是说我家在这里，而且我家里面的就是这个垃圾量很多，代表说我的能力很好。其实伫直播进前，要发生树仔脚有人陪梦，火烧起来，差一点仔烧到鸟树的意外。加在拍火了后，4只鸟仔拢平安。这是全台头一摆麻叶饲囝直播，已经有15万人次来看。经过这2礼拜，大家看到因一家伙仔的生活，看到鸟仔囝哪来哪大汉，嘛更加了解麻叶的生态。记者邓嘉文、赖伟做屏东报道。